今仔日是24节气的大寒，俗语讲这大寒不寒，人马不安。大寒是一年内面上介寒的时阵，那阵即天的天气温暖下来，节气拢会暖气。今仔日伫台北的观测站出现入冬了后，上低温度11度1，下来天气会回温。不过拜五开始，还有一阵冷空气入南，会一直寒到正月初2。拜一全台拢好天，透早受辐射冷却影响，台北7站出现2024入冬以来上低温11.1度。今仔也是24节气的上尾一个节气大寒。俗语讲大寒不寒，春分不暖，意思是讲，若是大寒即天天气温暖，新的一年春天的天气可能会反常，无照节气行。大寒即天就是讲到即天，就是咱天气开始要变啊，对上寒哦。过就较袂遐寒，啊！若即天若无寒，就表示讲这节气暖去啊！啊，所以到春天的时，即应该爱温暖的时，煞袂烧落。气象署表示，拜一、拜二受强烈大量冷气团加上辐射冷却影响，早暗温度低，温差大。到拜三温度会略回升，拜五开始会有另外一波较强的冷气团落南。29暝正月初1可能是上寒的，伊共会持续影响到初2。那目前看到这波冷空气，其实影响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哦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可能在就是小年夜左右开始，就是比较明显的低温出现之后呢，大致上可能要到初2前后才会有逐渐减弱的情形。所以在整个年假前期的4天左右，都会是比较偏冷的情形。气象署提醒，拜三开始会有一波水汽影响台湾，东部地区落雨几率增加。拜五迄波冷气团加上东北季风影响，水汽较济，东部地区、东北部佮有中南部山区拢有可能会落雨。到时阵会是淡冷的天气。也若过年敢会寒到寒流的顶级，气象署表示会持续观察，目前预估强度是强烈冷气团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